一名汉族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亲眼目睹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的欺压破坏政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外界透露，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语言、习俗、文化、观点、尊严等等都被摧毁。每个东突厥斯坦人的黎明都充满了恐惧，不敢大声说话，朋友之间不能相互问候、聊天、聚会。每隔600米进行一次检查盘问，随便抓人，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都被抓捕或羁押在学习营进行洗脑。红白喜事都要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结对认亲、监督并控制穆斯林家庭成员的私生活等等。总之是全面的打压。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世界职业足球协会关注维吾尔足球运动员伊尔凡伊兹姆被抓捕事件，并发表声明表示，伊尔凡伊兹姆是中国最有前途和潜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对此深表遗憾，同时严厉谴责了中共随便抓人、藐视法律。刚满19岁的伊尔凡伊兹姆是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及江苏苏宁足球队的主攻手。随同江苏苏宁足球队在今年年初分别参加了西班牙及阿联酋迪拜国际比赛。2月底，利用球队冬季休假期间回家乡看望父母时被抓捕入狱。哈萨克族青年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进行抗议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实施的一系列残酷镇压示威活动时，遭到了领事馆的镇压。中国5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制造业和投资业一路走低，信贷收紧等经济下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4公布的数据，5月消费品销售总额年比增长 8.5%， 低于前2个月的水平。工业生产总值5月份增长 6.8%， 低于4月份。各项数值低于预期，创下200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6月12日，新加坡的川金会议，双方对去核化作出共同承诺而结束。会后最大的新闻不是双方签署的协议，而是特朗普一再表示要终止和盟友韩国的军事演习。